继续来关心，伫初八透早的时阵，伫台中西屯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。有一个23岁姓王的查甫人，伊无驾照，佮食酒驶车，佮甲一个大学生撞死。警方发现讲，这个姓王的查甫人进前就捌无照驾驶3届，甚至有毁损，还佮有妨害自由的前科。经过复审了后，以食酒驶车致死定罪，申请羁押核准。 外送员骑奥多摆车顶要过路口，伊的倒边一台乌车撞红顶，该撞到。外送员伤势严重，送病医了救袂大。初八透早3点外，台中西屯发生死亡车祸，警方根据现场留来万码甲车牌，甲弄着人逃走的23岁姓吴的男子追缉到案。警方火速调阅监视器，于5时许将其查缉到案。 死者是正伫咧高医大读职能治疗系4年的医学生，昨嘛正伫咧台中实习，透早无用伫咧走外送，所互酒驾的这台乌车撞死。家属听到消息赶来病院，伤心挡袂牢，无想到讲竟然会发生这种意外。死者姓陈的男子伊的查某朋友讲，走外送才1个月就出意外。最后一次跟你联络是什么时候？就3点多的时候。说我要回家了吗？差不多。 肇事逃走的姓吴的男子开的这台乌车，车头规拢变形，前挡风玻璃也明显弄起的分裂。警方查出伊是洗车厂的员工，暗时甲朋友去 KTV 唱歌啉酒了，无驾照就洗车行的车要转去。出代志迄当阵酒测代是0.37，而且这毋是伊第一遍违规，之前有捌3遍无驾照驶车，一个损毁甲妨害自由等前科。 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伤而逃逸及过失致死等罪嫌，有事实足认被告有逃亡之余。检方依照肇事逃走、酒驾致死、公共危险等3条罪，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。因那弄人的这台乌车的车主，也因为甲车借予无驾照的人驶，将要负担连带责任。警方将会依照违反道路交通条例罚6000到2万4。 并且依照过去违规的记录，吊扣汽车的牌照1个月到6个月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